拜我们的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得着自由。那个稍微再小声一点。主耶和华的灵高在我身上，医治破碎的心，释放被掳之人，受压者的自由，瞎眼者的看见。主耶和华的灵正高抹我，主耶和华的灵高在我身上，医治破碎的心，释放被掳之人，受压者的自由，瞎眼者的看见。主耶和华的灵正高抹我，主耶和华的灵高在我身上，医治破碎的心，释放被掳之人，受压者的自由，瞎眼者的看见。主耶和华的灵正高抹我。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恳求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用他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哈，所有的乐器都是上帝所造的。阿们吗？都是从他所小声一点，都是从他所创造的这些的物来制造，所以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他，可能是无声的，是清唱的，或是搭配乐器的，我们都可以来赞美他。这里说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来赞美他。我们既然都有气息，所以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如何要领受圣灵？回转、受洗，我们就有神的灵同在。我们要来开口赞美，这位上帝是怎样？是有大能的，是用极美的大德，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才有气息。所以凡有气息的，都要用各样的方式怎样来赞美上主。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他，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血气，所以祈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让上帝的话来扎心，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悔改受洗归主的名，或者是回转归向他的心意，我们必领受主的圣灵。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来颂赞他。我们也恳求主都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思想，我们有属神的思想，有情感，有属神的意志。主，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至高至大。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你是有极大的美德的。主啊，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主，主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信实直到万代。主，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主，我们赞美你，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你是赐生命、是气息的主。主啊，你是美善的。你是有极大的美德的，主啊，你是愿意赏赐一切美好事物给敬畏你的人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过度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离开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得到你的悦纳，祈求当中得到你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为着，请坐，我们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啊！弟兄，请坐哈。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位神要帮助我们在身心灵能够整全，在我们婚姻感情产业，像今天的经文说，他是那位赐福我们成为蒙福有福的人，在我们的劳碌所得当中，他要赐福；在我们的这一些孩子的学业当中，要开学了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变成为聪明者哦。所以上帝的话也来告诉我们，能够明白他是全方位，他是全知的、美善的，他要赐福我们在各样的需要，不像民间信仰，就是说我要求子，我来拜祝生娘娘，我来要得到什么样的产业，我来拜哪一位神？不是哦，一位神就够了哦。好，我们如果当中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同工也会为你来服侍。我们开口来祷告，或者是你手按在你需要的地方。或者你为了某种事你来祈求感谢，你就按在你的心哈。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原地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都需要健康，主啊，特别在这疫情的时代，主啊，我们知道这些的瘟疫的毒害藏在我们的周遭为虎视眈眈，如同吼叫的狮子，要来吞吃我们。但是主，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你的保护、你的应许、你的看顾都在我们当中，成为一道盾牌来保护看顾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宣告你的保护就临到，我们来祈求你的医治就临到。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需要、病痛来祷告，求你让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病痛，让他们能够恢复身心灵的整全。主，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圣的宝座面前，我们要真的是向你祈求，在这后疫情时代，我们看见这一些的病毒虎视眈眈的在我们周围，好像吼叫的狮子要来吞吃我们。但主，你应许我们要躲避这些瘟疫的毒害、五间害人的疫病。主，谢谢你让我们因着认识你，知道你是全方位赐福的神，在我们身心灵的整全，在我们的身体的病痛，主，你应许医治我们。你除掉我们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主耶稣，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凡事交托仰望，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看见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降临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聚集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虽然有一些的限制。但是感谢主，我们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用神的话来宣告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无茶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圣殿当中瞻仰他的荣冕，有一个目的，要见他的能力，要看见他的荣耀，要看见他的同在。阿们吗？弟兄姐妹，我们来不是一个仪式啊，而是真的用灵和诚实，用真诚来敬拜他。我们特别在为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来守望，帮我按一下。我们为着牧者团队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很多这些变化来措手不及的，又怎么样去应变？所以弟兄姐妹为着牧师团队，为着长职团队来祷告，来守望。也为着我们在这疫情的期间，松联大学它不得不也要做一些的转型，在目前用线上的那我们未来可能就是线上实体。我们感谢主，连续有这样的一个加临虽然这样，我们还是不能大意。弟兄姐妹，我们为着在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让我们也严守我们自己应该做的责任。那神做他做的那也为了今天有主日学的线上夏令营的同学会，就是说有这些的社区的孩子，他们透过线上夏令营他们继续参与在我们的线上的活动，希望开放的时候他们也进入到我们教会参加儿童的牧区的活动，或者主日的礼拜。我们也为着我们隔壁33号的装修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求主来掌权那也为今年各部的事工来代祷，因为有一些的影响，财务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那松联大学我们在为他们在整个变化的当中过来礼拜3要开校务会议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个都是需要有智慧那整个当中，我们可以让社区的人也能够得着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来祝我们教会。特别是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上帝的话向你来光照提醒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感谢，来祷告，来祈求。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主你在我们面对这世代的变化当中，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主但是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不断的应变，不断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主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也不断的应用。主我们感谢赞美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谢谢你，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明白，让我们心里醒悟过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面对这样的世代，需要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知道明白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透过怎样的一个应变当中，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但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不断的变化当中，能够因应。谢谢主，让我们整个敬拜当中有你的同在，整个礼拜的当中看见你的降临，你的荣耀的充满，也让敬拜当中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我想我心里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从早晨到夜晚，一起来。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让我们一起再次说，从早晨到夜晚。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称颂你。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再一次从早晨到夜晚，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让我们再一次说，我的主，我爱你，说爱我们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把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再次说我的主，我爱你，更多的说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从早晨到夜晚，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再一次宣告，主你的爱不止息，是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更多的再一次说，从早晨，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从荒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
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谢谢你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主，使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主，我们不孤单。主，我们不惧怕。主，我们要再一次夸你的爱无止境，使我们因着你的爱而生。主，为你的爱而活。弟兄姊妹，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为爱而生。我要先邀请我们的姊妹，我们来唱这一首，一起来。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小小阳光能在黑暗里，让我们一起为爱来发出声音。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我们再请姊妹。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请弟兄来回应。小小阳光能在黑暗里，我们一起为爱来发声，哈利路亚！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而生，哈利路亚！一起来，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再一次说，为爱而生，更多来说，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爱流泪，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再一次说，满有为爱而生，再来一次，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不放手。爱流泪，爱而笑，
以离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你，唯有爱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能传的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爱将不可能，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能传的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爱里没有孤单，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没有孤单，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哈利路亚，在爱里满有奇迹。阿们弟兄姊妹，你们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有莫名的恐惧、孤单，主啊，还有害怕。主，唯有你的爱，那测不透的爱，来充满我们，才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使我们从孤单、害怕当中再一次刚强起来。主，你是爱的源头。主，我们要再一次深深的连接在你的里面，是在你的源头里面。主耶稣，因着你，使我们活出爱的生命。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爱的源头是耶稣。我们一起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从头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这一份爱是从耶稣而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骨头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让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哈利路亚。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再一次让耶稣的爱点燃我们，激励我们。哈利路亚。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
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我们一起来。活出爱。亲爱的主耶稣，你是爱的泉源，你来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到，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应许。主，谢谢你，你向我们施慈爱，永不改变的慈爱。我们的爱虽然有限，但是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活出基督耶稣爱的样式，向我们家人，向我们所接触的亲朋好友，显明你的慈爱，能够用诸般的智慧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主要让你的教会成为双福，就福音福利，同时能够向人彰显，让人因着这样来看见我们是你的门徒，也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真的求你来悦纳，是你所喜悦的。每一次的呼求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求，你也看过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扶持我们，让我们在敬拜当中遇见你，你的话也成为我们亮光，开启我们混沌的心窍，能够明白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着自由，也能够成为施恩的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神的恩典与你同在。神的恩典要向我们来彰显哦。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没有跟你介绍过的有吗？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的疫情有趋缓，但是还是延长到9月6号了。在这期间我们还是有人数的限制，在100人以内。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防疫的措施来进行所有的聚会礼拜的这样的时间都在我们的第4页所以请我们自己来看。那这段期间真的不方便，但是还是我们一起来配合。如果你要线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要参加实体的礼拜请你向你的小组长来登记。那未参加实体的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样同时间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礼拜我们这一些时间改回来，就是华语是8点15，台语是10点15开始周三依然有实体跟线上的祷告会各小组的聚集由各小组来发布。我们目前松联大学的关怀据点是暂停实体的聚会有一些是有线上的课程。我们在遵守防疫的规定当中，请我们就按照措施来进行保持社交的距离。所以我们在第一场完之后，我们就离开现场，我们会有清消的动作。9月5号是我们今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那要报名受洗的或者是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在9月4号晚上8点在501的会室来问道理，应该是401吧，现在小会好。那我们也为着装修小组在召开这样的一个说明隔壁33号2楼跟49号的1楼，还有一些的部分漏水，我们都是需要做一些的整修请各单位的负责人
一同出席，以利更符合教会需要的规划。那在这段期间，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参与聚会跟奉献的弟兄姐妹，好消息我们在我们的网站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奉献已经可以了你可以再小声一点。奉献的部分也可以，牧师已经上线去做一些奉献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感恩11或者哪一些的项目这样那这个你也可以勾我以后这个上传国税局就不用有纸本的那你到国税局报税的时候，它网上就会都有记录这样怕你就拿奉献收据回去有丢掉或怎样那这个我们里面都会有加密这样那原则上教会不会主动打给你因为现在有一些的诈骗的好，那请我们注意。好，这些方式目前如果你还不熟悉这线上的奉献，你可以透过邮寄、划拨、银行或者转账的方式那汇款后来电通知。那以后如果你按照线上的网站的金流方式你就可以收到简讯，你就不用去问我们的会计。那今天有线上的儿童阿嘎培的同学会我们为这一些来祷告。那线上的这些孩子的家长，你也为你的孩子预备好 Google Meet 那在10点时间到，你就可以提前上线好，那我们礼拜3也有线上的讲座掌握资源，富足无余是真人牧师来分享也有这个会议的代码那这周五有一个那个讲座周五的幸福讲座有不被取代的能力在这疫情时代当中这位教授他如何去整合资源来运用我们可以参与什么可以来听听看也是线上的好，那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诗篇128篇第1节再一次。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诗篇128篇第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透过这首诗歌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预备献给神。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
现在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有实体跟线上的聚会，能够让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也可以一起来领受主耶稣你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有主你悦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名祈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我们一起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一起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应许。当你看见上帝的应许，你就要大大张口哦。来宣告主啊，我要领导我。诗篇128篇1到6节。线上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当你读出来，你不要只是看你要读出来，你要宣告出来那你可以说敬畏还敬畏我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德的人，我为有福。你可以把它自己在读完之后，你可以把它改成我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上帝的话来让我们看见他向我们显明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愿你可以看见怎样，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其实在过去他们要朝圣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么方便，车子坐taxi 小黄来就到教会了他们有时候要用走的，走了好几天那这首诗叫做上行之诗，上行有时候他们要到圣殿，他们要好多这些的台阶那这首诗是一首智慧的诗，祝福的诗，祝福这些要来朝圣、要来敬畏、敬拜上帝的人，他们可以蒙上帝的应许。所以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用唱和的方式或者是用这样的来祈求、来祷告、来祝福这一些能够敬畏、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代代爱相传，有2个意思每一代有没有神的爱充满了，一代一代传一代。另外就是说，代代我都是爱传上帝的恩典，爱分享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故事，在台湾时间8月22号的下午，马街的内孙女接马列，她去世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她享年103岁高年那我们知道马街在台湾一直到她的第3代孙女这样大概跨越了150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能够来敬拜，是因为有神的爱光照，然后让马街他能够有享受这样的一个意象，看见台湾的需要。过去在这个蛮荒之地，没有教育、没有医疗的时代，他看见神的爱需要带来这边，需要来充满这边。所以我们看马街博士，他在1872年，他3月的时候他登陆了淡水，
所以开始他在台湾北部的宣教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用拔牙齿然后来传福音。他把奎宁带进来，来帮助当时候疟疾的这些的病患。他把一些的菜带进来，有甘蓝菜，好像高丽菜，我看了一下，有番茄，有其他东西所以讲番茄番好像外来的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他所以引进了好多这一些的教育、医疗，不是他去世就停止了，一直到现在。我的2个孩子都是在马偕医院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医疗，这样的爱一直持续的。那他的儿子接瑞莲，可能大家不了解、不认识那跟我的孩子也有关系。他是成立了台湾第一所的中学中学，那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淡江中学。我的大儿子也是淡江中学毕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奉献他们自己的爱、时间、精力，为台湾来献上。我们知道马偕他娶了台湾老婆五股人，叫做张聪明，所以他生的孩子都是什么？聪明之子所以我们看到第3代的接马列他非常的爱台湾，他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被逼迫，然后甚至被枪击，但是他依然爱着台湾。逢人就问：你来自佛摩萨吗？那个时阵叫做什么？美丽之岛佛摩萨。所以他逢人就问说：你来自佛摩萨吗？他说了一口流利的台语。有时候我们听一听真的是我们要汗颜。一位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他爱台湾爱到他能够用他的生命，然后爱这块土地。所以我们看到马偕他去世了，他葬在哪边知道吗？他葬在淡江中学后面所以他娶了台湾老婆，为了要本土化。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下一代有流着台湾人的血液。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看到接马列的过世，可能好像这3代这样就结束了，但不是透过他们在台湾所建立的台湾第一间的西医馆、街医馆，在淡水教会旁边有一个纪念馆。后来我们看到马偕医院东部、北部、新竹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医疗甚至教育让人能够学习。妇女们，我们这些姐妹们，你们可以受教育。其实在北部开始的就是纯德小学、纯德女子学校这样的一个妇女的学堂，开启了人能够对知识的求知，敬畏上帝，开启人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智慧，便成为聪明的人。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短短的1分多钟，我把它截取这是林西洋牧师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还是图书馆的馆长，他现在成为牧师他是牧师的儿子他在北美这样来访问。住伫遮咱真方便你住这个所在是离倒大学遮，所以遮的环境逐项拢真好所以你住伫遮朋友来512啦。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阮天主。
上帝救赎大好，听咱亲像家己，听咱亲像家己。承受顶一代所教导的信仰，承受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教导，让他们对这块的土地特别是对台湾的情感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他用这样的台语来唱出圣诗，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每次我想起在神学院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他们说的台语真的非常的流利因为他们透过罗马拼音，他们来学习台语那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儿女甚至我们常常就是忽略了这样的台语也慢慢的式微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他来到台湾，然后马偕，你知道他怎样学台语吗？他去跟那些牧童看牛的他跟他们一起，然后有这样的对话，从牧童的当中看牛的这些囡仔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对有时候还教他一些讲一些不好的，然后慢慢他学习，他才知道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认识上帝到底对我们每个家庭有什么样的心意，还有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那有没有透过家庭，我们真的是要成立一个家庭不容易，对不对？要经营一个家庭，特别是为父为母的不容易。我们会面对这样的困境，特别是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看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婚结婚了不生生了怎样不养，养了怎样不教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要起来学习的但是我们要从不同样的角度来看到上帝对家庭的心意，特别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为什么会面对困境？在困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翻转，能够有成为蒙福的家庭我们知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如果讲到家庭，有时候就讲到另一半讲到什么孩子就我们常常问恁囝现在在创啥？他未来怎样结婚了没有？你年轻人也很烦，你知道吗？你结婚了没有？所以现在有一些衣服上要问那个结婚2000，你要问我工作2000，有这样的衣服所以我们不要随便问，因为你要付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会很烦，你知道吗？年轻人会很烦，又在问这一些了你几岁了？有没有对象真的很烦所以我们看到要组成一个家庭真的不容易。那我昨天在周六礼拜，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谈，年轻人，你们择偶的条件是怎样择偶的条件，你知道这个会有影响的那我们一般的世俗的观念就是门当户对嘛，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好的名声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就是说，当这些财富、地位、名声我们追求到了，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同打拼，但是家庭没有和谐的关系的时候，到濒临破裂的这样的边缘的时候，才恍然大悟那其实，在诗人的当中，我们看到他提醒我们，其中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的是第一代的，只有你的家庭只有你信主的，举手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当你择偶的时候，可能过去你还没有信主，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信主了，对不对？我常听到一些的父母告诉牧师牧师你为我的儿女祷告了，他教那个不是基督徒他教那个不是基督徒，他就开始烦恼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家庭其实刚开始，我妈妈是信主的，她嫁到我爸爸那边也是不信主的啊，所以是一个混合信仰的宗教家庭。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很坚定的时候，那父母会不会担心？会担心你嫁到那边要端人家的饭碗，然后要拜人家的祖先，对不对？特别是女孩子啊，我妈妈就这样过去啊，因为信仰不是很坚定，就跟着就嫁鸡随鸡嘛，入境怎样随俗啊？你嫁到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啦，所以就拜啊，所以就怎样？我们在信仰知道是神不喜悦的哦，生病啊，考倒医生啊，到处求神问卜啊。到最后要回到神的面前才得医治，然后开始就要有征战了，要回到教会带我们小时候还是拜拜的，回到教会的时候怎样？开始有这样的信仰的冲突了。阿嬷要去派出所告妈妈，然后，那她自己就祷告，然后去到派出所，那个警员就你婆婆被我骂走了啊，因为宗教自由的嘛。你知道在那种征战当中，我大姨妈去家里，然后跟我妈妈一同祷告啊，阿嬷就抓住她的头，然后头发就这样打。你看到那种征战哦，我看到很多的家庭也是因为另一半不是信主的，所以这些价值观都不一样。所以同样不一样的信仰啊，你要东他要西，所以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怎样同父一轭。但是有时候如果子女爱到爱到较惨死了，对不？要怎么你跟他讲，他都讲不听了。那我昨天我就教导这些孩子哦，特别我问其中的一位姐妹说：“你当时候你要嫁给你的先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她说：“除非他受洗，不然我不嫁给他。”感谢主啊，她的先生现在是我们的执事。所以有一些的坚持的话可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又被他影响。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为父母的也会担心孩子他交往的对象，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希望他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是怎样？是爱主的吗？敬畏主的吗？你就要开始为他们来祷告哦。那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择偶的条件是我们担心的，可能我们过去也是因为这样哦，因为爱不会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个信主的，还有就是第一代的，你在家庭可能很辛苦。你是长媳，你是这样的一个媳妇的角色，你要不要为他们预备拜的东西？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牧师：“我这样可以吗？”我说：“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成为帮凶啊？对不对？有很挑战的哦，看你的想法是怎么想哦。”那有时候我预备，但是我不拜。或有的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就讲明了、拼贺了，对吧？我女儿嫁去是不拜的哦，不拜了哦，讲好啊，讲好的，过去的就有时候又不一样，反正骗到手，嫁入门了，对不对？所以常常会有过去我们看到过去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很辛苦，所以这个就是面对家庭的困境哈。好，那结婚完之后要经营一个家庭不容易，对不对？常常跟我们在婚姻协谈当中，常跟这些要成为建立家庭的这些年轻人，然后以后要成为父母，我先问他要不要生，要生几个，这个都是要预备的哈。英文有一句话哈，这英文老师来 ，It is easy a father, difficult to be a dad。我们来看，为父容易，做爹难啊。我要问一问老师啊 ，father 跟 dad 一样吗？如果照字面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哦，你知道孩子出生了，除非是不孕的哈，孩子一出生了，我们男人哦就成为什么 father 父亲了。
但你知道，到孩子成长够大了，叫你说爸爸，你才是爹，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个名分，你要成为一个爹，一个老爸哦。你的过程当中，你需不需要学习？你要预备啊！我就问昨天年轻人，哎呀，肚子有孩子啊，你们有没有开始预备？有，开始要想怎么样？要预备什么？第一胎出来，通常是照什么？照书养啊！哦，4个小时要给他吃，他半夜在睡觉，把他搂起来，你知道吗？然后就灌他。后来才知道，他在睡觉也是怎样？我们这个妇产科，他也是在成长呢。哇，就要察言观屎色，你知道吗？拉屎，然后哎，这个屎还要闻一下味道，对不对？我们要为了他的预备，然后要让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哦。我们要努力啊，要成为新手的父母，怎么样学习？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同感？你记得你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爸爸们、妈妈们，你付出多少的辛苦代价，对不对？在整个过程，你要预备，男人可能要去赚钱，然后要想说，哎，哇，这个尿布我还要选，对吧？斑宝是比较好嘛，对不对？因为那个都我在买的。然后哇，真的太贵了哦！啊，不然试试好奇的，比较便宜一点，吸水量也不错，对。那要喝什么？男生我2个都男生，要喝什么 ？S26。啊，如果是女的呢？安琪欧是恩美丽，对不对？哇，感谢主！那时候因为有人啊，牧师，我这边有这些的样品，因为他是护理师，所以有那个厂商说S26，哇，感谢主哦，有这些的恩典的资源，你知道吗？哦，你要学习，然后行呢？你载他出去的时候，你开车载他出去要预备什么？安全座椅。当他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你叫就叫了，对不对？孩子半夜生病，你要起来看吗？那时候牧师娘在上班哦，生第2胎的时候，因为她比较那时候比较高龄的产妇这样哈，所以半夜要起来喂牛奶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牧师娘那时候就是用脚泡牛奶，起来了，那就起来泡牛奶这样。然后有时候孩子胀气啊、碰风啊，哇，你就要去买腹胀膏，而且还要婴儿用的。那不行了怎么办？你就要到处去问这些老人家。我得到一个秘方呢，因为老大都是不断的胀气哦，胀得很厉害，拿起来高声在跑了那哦。我就问有那个长辈说，你去买那个槟榔叶老hiệu啊，然后呢用一些盐把它揉一揉，然后敷在他的肚脐哦。真的吗？不然试看看，不然那胀得那么难过，他难过我们也难过嘛，对不对？他不能睡觉，我们也不能睡觉啊。真的是，就开始比比补补这样。原来就你要不断的，我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爹，你要付出很多的什么呀代价。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教这些孩子？你教，我记得我要买睡梦乡、妙妙书，然后那些都是慧兰姐姐说故事，然后你在放的时候，你要陪他，听到他睡着，我也睡着了。你要透过这样能够教导，感谢主啊！2个孩子还有在教会，还有在服侍哦，感谢主！我不求他们有多辉煌腾达，但是很注意就是他们能够怎样在信仰上有这样的一个坚持，能够敬畏上帝。现在长大，你要教不来，你知道吗？都是朋友说怎样说。长大一点，你说父母说什么？玩过一个游戏，对不对？老师说然后就有朋友说，为什么孟母会3000？所以受到朋友的影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念来。
趁儿女年幼可教时，应及时管教，但不可过激，以致毁灭了他们。箴言19章18节，箴言有好多教导孩子的话语。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知道，他长大了，你要再教他，有时候很难。所以我常跟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养儿育女当中，你从他0岁开始，你要怎么样教导陪伴？那因为我们是牧者的家庭，所以真的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的亏欠，因为很多时间是用在教会，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啊。你们又要出去探访了，你们又要怎样啊？就我的钱留着啊，你们就自己解决吧。有一次我们忘记留钱了，他就去以前在新庄去庙口然后跟那个饮食摊的老板娘都很熟了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告诉我，你的孩子已经吃饱了还没有付钱他说我爸妈没有留钱，所以等爸妈来付钱这样有一次隔壁的阿嬷那我们做礼拜完之后，他就把孩子带回来把那个小的带回来。然后有牧师啊，你儿子在我家吃饱，他是没有信主了，但是邻居啊，你不要再喂他了嘿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还有需要怎么样去管教，你要付出这些时间，所以难不难？难，但是我们有面对这样困境怎么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气，我跟你讲不听。前几天我的孩子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回鹿谷啊？我说不行，我那时候要去环岛，我听到环岛我就火气大，你知道吗？因为前一阵子他才受伤，那个缝了几针救护车才从山上再下来。我你的伤口都还没有好，你还想骑所以我那时候口气不大好了但是没有骂他说你去死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言语的这样的暴力或者是伤害那昨天晚上我在那边在周六礼拜我有当众孩子在投影我有跟他道歉了但是有的年轻人牧师他也要跟你道歉对，我就讲说为什么我会气？其实我是担心为什么？从小拉把屎把尿长大，对。你知道那种付出的经历，你希望他平安。你知道，我说你知道你要环岛一趟充满多少的危险，你知道吗？但是也不能阻止他，只有怎样替他祷告，因为还是讲不听，对不对？所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骂这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我们用舌头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又用舌头咒诅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嘛。这是对我们的提醒了然后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有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语了你没有用，怎么那么笨，连这个也不会？你知道吗？不经意的我们会无心说出这些的话，可能是口头禅，或者是说你在愤怒的当中、生气的当中，你这样尬呗。第三个，有时候我们在愤怒的当中很快那个言语就出去了你知道一言碎出怎样说出就驷马难追，追不回来了，可能会造成伤害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意。这是我们的困境，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讲不听，学不会，我们会有这样的火气上来。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帮助我们？特别是孩子，昨天我告诉他们，你面对了原生家庭人，他们没有信主，不是属神的价值观的时候，对你有口出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言语，那你怎么办？今天你来到教会，
对啊，怎么办？地上的父母不是完全的，但是因为有这样，我们认识这位天父，与天父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改变，有这样属神的、属上帝的 DNA， 就好像马偕博士他跟张聪明女士结婚，然后他的孩子，他的下一代是怎样，有属台湾的人的 DNA 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跟上帝认识连结，然后认他为阿爸天父了。有这样的人连结，然后敬畏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价值观，属神的这样的一个 DNA 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跟上帝连结是有属神的灵充满，然后呢，影响到你思想、情感跟你的意志。你知道吗？在诗篇128篇的1到4节里面提到2次的敬畏，因为这个敬畏关乎我们领受全人的赐福。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充满着一个和乐的家庭的蓝图。然后当你敬畏的时候，它带来的结果是你要成为有福，不只是有福，然后要蒙福，就是吃劳碌所得的。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打拼求啊，用自己的能力，但是后面有一个大洞流出去，所以这个教养就非常有关系啊。让我们明白说，敬畏神不只是有智慧。箴言的第1章第7节，9章的第10节里面提到什么？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是敬畏上帝是什么的开端？第一个说知识的开端，然后19章10节说智慧的开端，后面带着什么？说变为聪明。所以你看，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就有给你智慧，然后加上什么知识，然后你就成为什么聪明的人。你会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后来带着什么？你在你的工作能够顺利，你在你的吃的方面劳苦所得，你可以吃你劳苦所得，不会浪费掉。然后最后他会看见到儿女的成型，这是在古巴勒斯坦他们农村的一个一个图像，一个美满的图像。过去就是多子多孙怎样多福气，那现在呢？哎呀，生一个就养得很辛苦啊，生2个就苦哈哈的，对不对？所以又不一样的时代了。但是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过去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神还是养活了，对。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承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神也供应足够。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教养，让这个爱能够传承下去？第一个，犹太人他们很注重这个家庭的宗教教育，所以他们教导孩子能够认识上帝，建立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你有没有读经，孩子就会影响。你有没有祷告，孩子也会影响。你如果一直看电视，孩子跟着你看电视。你要不要说我是大人啊，你是小孩，你要去读书啊？你要常常祷告，有没有常常祷告？孩子会看。你有没有乐意奉献？我觉得我的奉献的态度是妈妈教的她已经提醒了，你有收入，你一定要怎样11奉献。虽然他的收入，他做工友，他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我看他就分别出来。这也影响我怎么样教导孩子。如果你有收入，你就要分别11，才是能够得着上帝的赐福，然后参与服事。我要告诉孩子，你要参与服事。神透过服事让你成长，让你生命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说，我们一起来，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也劝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像他一样，他认识了主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美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提摩太，就是看见保罗有这样美好的学习哦。好，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记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我们看他们有美好的这样教导，所以我们去以色列住那个饭店，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在门有一个好像经文盒子啊。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人家导游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照这样的一个圣经来教导有在头上在额头上，他们就在手上系着，就是在提醒说我们要认识上帝，然后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不断的有这样一个提醒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所以就吩咐他们怎样，取了12块石头，然后叠起来，告诉他们说，以后你们的儿女问起了什么事，你们才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在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今天上帝也透过你，虽然有的是单身的神也会透过你，你知道吗？来牧养这一些什么属灵的孩子。神透过你，就好像昨天我勉励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你做小组长了，你做区长了，你怎么样去关心，你怎么样去带领这些好像牧养属灵的孩子，这样成为一个属灵的家长、属灵的父母我鼓励他们，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培育，以后在成立家庭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明白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耶稣也就提醒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有好的榜样，然后诉说这些你们在生命当中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就是跟孩子建立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坦诚来沟通。所以说与听很重要，常常我自我提醒说，有时候我们就讲了，你就是听我的啦。有时候我们常常，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用我的经验告诉你，你这个做不行。但现在孩子有时候这个世代孩子不吃你这一套，你知道吗？你如何好好的跟他谈，然后说服他，能够让他知道。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所以经营一个家庭。第三个就是给予正面的言语肯定。有时候我们会一下子就冲上，这位被冲上，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正面角度来鼓励。这个也是我本身我很坦白我要学习的。常常有时候我们会用过去的经验法则，老人家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接收太多的资讯了，你要跟他对话，然后告诉他不一定是这样。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起来学习不是只有问美姨阿姨你要说 Google 有美姨阿姨什么听听就我真的相信了一定要去查证很多网络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查证。好，最后我们来看如果你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你怎么样透过这些真理的教导，帮助孩子到老都不偏离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到我们，然后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成为施恩的后代、蒙福的后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告诫我们，提醒我们来，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1000代。你知道神的爱是无止境的然后他惩罚才3、4代，但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慈爱是
千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他们从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民间的信仰遇到了困境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寻求？有谁来帮助他们认识这位赐福让人蒙福的上帝？我信主之前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所以各大庙宇我都很常去，也会参加进香团啊，让自己的心中有平安。那为什么会没有平安？是因为我觉得家里可能从小因为爸爸他会喝酒，然后所以他喝酒回来之后，他就会就是对待妈妈一些暴力的倾向，或者是会在家里闹。长大之后变成是弟弟。在高中的时候，他因为一次的打架事件，他遭到退学。他退学之后，他开始就是在外面结交了一些朋友。所以他开始结交朋友之后，他会有一些可能有偷窃的问题。回到家，他也是完全不会正眼看我们一眼。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他虽然有回家，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跟他互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是很没有盼望的，因为在家人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帮上任何一点忙。我来到教会，其实我一开始是感受到，我觉得教会的人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喜乐？原来信他的人是有喜乐的，有平安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一直在找的。是我自己跟神说，如果有神的话，你真的在的话，那你可不可以医治我的那个肩颈酸痛？那因着失眠跟肩颈酸痛的这个疾病被医治，我真的才开始，我觉得相信神真的存在。那信主之后的话，我的情绪稳定很多，然后我对于我先生，我们在沟通的上面是我能够去倾听他的需求，而且我的内心，我觉得跟信主之前，我觉得差别很大，是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充满平安，即使现在我们还是一样会遇到困难，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很喜乐的在迎接这个困难，因为我们知道有主在，神他真的是在我们家中做新事。我觉得因着我进教会，然后跟着姐姐也受洗了，然后再来是弟弟受洗，然后当我领袖班毕业的时候，姐姐正在领袖班，然后弟弟正在门徒班。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跟祝福，然后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真的整个关系是完全被反转的。弟弟他在就是信主之前，他有吸毒的问题。那在开始跑垒包课程当中，他完全的戒掉这个部分，因为神告诉他什么才是对的，让他知道说，原来我可以走在对的道路上面。我觉得这个都是神要恢复他的一个原本的样子，是让我很感动的。认识神之后，我能够真实的面对我的人生，而且我也可以从黑暗入光明。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让我遇见他，然后因着我也能够改变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真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着上帝的爱，使人信主了，敬畏上帝，翻转了他所面对的困境。一家人当他们面对这些的困境，吸毒或者是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暴力，我们看见神的爱来翻转这个家庭，也让他成为一个蒙福，并且祝福更多的人。弟兄姐妹，神使用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经历他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什么施恩的管道。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必赐福。当你尊主为大的时候，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用上帝的话来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你讲不听的时候，告诉神，让神来管教。当你分享神的爱的时候，神就使你成为赐福的管道。我们一起站立哦！你为什么而活？你要传递什么？把神的爱传下去。如果你没有子女，你可以
认养属灵的孩子，你可以去将这样神的爱传给这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你可以设定对象，为他们祷告，然后孕育出属灵的孩子，带他们来信主，带他们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神要使用你，透过你，为着他的爱，分享他的爱。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们从头来啊！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永远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能传的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能传的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永远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爱里没有孤单，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再把最后这一页唱一遍的时候，我们要来宣告神的爱使我们不孤单，神的爱使我们不惧怕。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走一里路，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谢谢主，在爱里没有惧怕，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上帝，你透过你的爱，从马街将福音传到台湾北部，你也使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福音，透过这样的福音，拯救了我们的家庭。可能目前我们是只有自己一人信主，但我们相信神你的能力，神你的慈爱，神你的赐福，是让人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过的。你必让我们看见不可能的，在你里面成为可能。谢谢主，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应许全福的人，全福的上帝要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的权势，他涂抹我们的罪债，使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蒙神的赐福。天父上帝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继续来保护看顾我们，特别在这个后疫情的世代，我们依然没有偏离你恩典的道路。主圣灵激励我们领受你的爱之后，成为爱的管道，分享你的爱给我们周遭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都是因为爱而生，哈利路亚。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永往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爱里面有充满奇迹。跟你的旁边说，因为爱满有奇迹哦。请做我们默祷。